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中有厝主要甲厝租人，竟然是指定要租户卖臭豆腐的卖咸酥鸡，也则是殡葬业。附近的民众讲，其实哦，厝主无要甲厝租人啦，是因为不满其他的厝边伤过吵闹，才会打这个公告。 看板写煎臭豆腐咸酥鸡，要不第三点真奇怪，那会变成殡葬业？看一个真边啊，写一个祖字元的，这是招租的广告。网友伫面册社团就写讲，这些人头一摆看到这款要求，有的网友写讲，出租人敢是甲厝边斗阵了无好，条件要甲变的。某人感觉讲，其实若做殡葬业嘛袂歹，因为真安静。 来到出租的地点附近，拢是人家厝，巷仔内嘛算安静。厝边隔壁知这个消息了后，拢知有这个背后的原因。因为楼上跟楼上太吵了，这样子啊，所以他想说，就不要那么严重，以后是也好过了。不是想要租出去？这种行业怎么可能住这里？想你知道吗？你那个还有那个业哦。对啊。你妈妈唔知。 附近的住户看了后，加减的烦恼，因为无论是卖制度还是殡葬服务，大家拢无欢迎。这个比较少见吧，而且像不是很多人都比较会忌讳殡葬业这一块，可能它包容性比较多啊。第二个，我们难免会猜测他是否跟邻居有其他的情绪上的一个沟通不良的障碍。 煎好的臭豆腐，这是真侪台湾人真爱食的小食。不过做美食的代价，就是人拢会惊油烟味。那殡葬业虽然是县长的重要服务，不过因为这个议题较敏感，有的人有记唔去。无论是真正要出租，还是甲厝边发出警告的信号，厝主的海报一个打出来，已经引起大家讨论。 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